美国公布一张飞行员翕中国气球的相片，顶头受按天线制作设备，这是有法度收集并报的，不过中国犹原无承认。因为禽流感饲料贵，这国家的粮农贵阁少。咱的农委会是表示，已经有甲澳洲订，预计3月就会当恢复稳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这中国的气球伫咧世界世界杯争议，即阵是阁有新的进展。美国国防部公布一张侦察机的飞行员翕到的气球相片，会当看见到这气球顶端是有装太阳能板、天线等等的电子设备。美国官员就讲，这挂设备互气球会当查电子信号，阁有法度收集情报，根本都毋是气象咧用的气球。不过事实是看伫眼前，中国犹原是坚持讲这是民用的气球，批评讲中美国的反应伤过超过。真大白色气球，下面的太阳能板加感应器、天线等电子设备清楚会当看到。这张相片是由美国空军一只 U2 高空侦察机由车沙伫蒙大拿州顶面所翕的。飞行员穿压力衫加头盔，伫超过6万英尺的高空时，方叫做高粱夫人的 U2 侦察机，也是唯一会当伫气球飞行高度保持飞行的飞行机。测试气球就风拍落来，当由实验室进行分析。国防部也证实相片的真实性。I can confirm the photo's authenticity, and we are planning to release it. And I don't have more at this time to read out from that. That task force was just announced. 官员表示，U2 翕的相片显示气球会当烂载电子信号，超过气象气球的能力真济。不过，中国反驳只是民用气球，批评美国反应过度。外交部更加表示，若果美国积极照地发挥升级危机，中国一定防备到底。这是100%滥用武力，100%过度反应，100%歇斯底里。美国才是侵犯别国主权、违反国际法、肆意对别国监视监听的头号帝国。美中互相批评，因为侦察气球关系更加紧张，学者认为这代表美中外交关系发生变化。两国的战略竞争已经为经济领域转向国家安全甲军事领域。This time we see clearly a direct show of force in the strategic and the military realm. 学者也指出，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有48%的美国选民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所以一寡人对拜登对中国采取和解的态度哪来哪怀疑。对中国也有美国人来讲，拢无说服度。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明仔就满1年啊！罗西亚总统普廷发表国情咨文，美国总统拜登去基辅挺乌克兰。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是去访问罗西亚。美国、中共甲罗西亚3国拢有大动作，互相比拼。普廷2天前才公布讲，伊要暂停甲美国上尾一项核武器的规范，即嘛是佮表示要提升核武器的能力，甚至佮要部署会当载核弹头的极音速飞弹。面对罗西亚这规管行为，美国总统拜登是批评讲，普廷犯天大错误。也若是伫这场战争当中，一直唔愿保明到底是要挺向的中国，伊计是明仔就要发表乌克兰和平计划，强调要用政治的方式解决乌克兰的危机。另外，风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也是5月初就会去访问罗西亚，甲普廷举行峰会。欧美国家拢认为讲，中国双卡大相准，这是双面刀鬼的行为。这目前的办势，这战争短时间内是无法度结束的，所以联合国是按算写一项决议，要求罗西亚撤军，要互各国联合起来孤立罗西亚。俄战争要满2周年，联合国大会有计草拟一项决议，要求俄罗斯撤军，停止敌对状态。毋望大会或3%的国家会当投票支持乌克兰全面、公正和永久的和平，强化对俄罗斯外交孤立。虽然这项决议通过了后，并无约束力，说是有政治意义。联合国秘书长也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That invasion is an affront to our collective conscience. It is a viol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d international law. 俄罗斯总统普廷2天前才宣布暂停甲美国的最后一项核武器规范，即马佫表示会提升核武能力，会伫今年开始准备会当搭载核弹头及音速飞弹。Продолжим серий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гиперзвуков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воздуш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Кинжал»
и начнем массовые поставки гиперзвуковых ракет морск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Циркон». 美国总统拜登是伫波兰会见北约东约领袖，讲美国会捍卫北约每一寸土地。东约成员是寻求更加侪对乌克兰的军事协助。那拜登伫政治会场进前，互记者问到俄羅斯暂停核武规范的代志，是安尼回答的。Mr. President, any reaction to Putin saying he's pulling out of New START? I don't have time. No time? Big mistake.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是访问莫斯科，甲俄国总统普京会面，传达中国深化策略合作的意愿，表示两国关系未互其他国家影响，以及朝向更加专注运作中。俄国总统普京也讲，期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公司新闻刘元编译。战争这一年，真侪乌克兰的囡仔拢无法度去上课。乌克兰东部的小镇有几落囡仔真无简单，伫咧山顶找到会当有网络信号的所在。不过，伊毋是去遐耍手机啊，是用塑胶布甲手机家己搭边仔做临时学校，甲老师实时上课，实在真认真。另外，有另外一个小镇学校是已经去互炮崩去啊，老师就甲因兜的客厅当作教室，无论偌尔辛苦，拢要互囡仔继续学习。穿好衫仔裤，今年读小学5年的猪爸准备出门，要甲同学斗阵去上课。但是这几个要上课的囡仔，煞是转入去一个看起来破破的布棚内，佮摕手机出来看，看甲足专心的。敢讲因是偷偷仔咪来遮佚佗。来到猪爸原来应该去上课的学校，教室内面一个学生拢无。原来这个伫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附近的小学，为着囡仔的安全，早就已经改做伫网络顶头教学生。猪爸大的砖仔头，因为真侪基础设施拢去互炸弹炸害去，伊找足久的，才总算伫山顶一个所在发现有网络的信号。伊就家己用塑胶布啊、手机、锁啊、砖仔角搭一个简单的布棚，当作临时的教室。规个囡仔一天来遮2-3点钟，透过手机啊，甲老师互动。回去厝了后，写好规定的功课，第二天才搁去布棚用手机啊传互老师看。透过这种方式，继续保持学习。Я дійсно була захоплена від дітей. Я не очікувала, що вони зможуть таке зробити. Через інтернет яке-не-яке, але відбувається спілкування з дітьми. 伫另外一个乌克兰东部顿内刺客的砖仔头，情形搁较凄惨。学校已经去互炸弹炸甲完全脆糊糊，村民嘛大部分拢走去其他所在避难。为着要互一寡无位通去的学生会当继续读册，这位老师甲家己厝内的客厅改做教室，伫遮上课。Отак просто пишеться, пишеться. Як лікар повинен лічити людей, а вчитель повинен навчати дітей. 遮的囡仔有人住伫几60公里外的所在，逐工行路来遮上课。因为每一个学生的年龄无同，这位老师定定爱搁转去学校找一寡教材来教因。看到以前上课的教室，即马变做这种模样。伊的表情看起来非常感慨。原本伫教乌克兰、罗西亚甲其他国家的文学，这位老师讲，伊即马完全袂搁教囡仔甲罗西亚有关的物件。Ну, не викладаю російську мову. Поки що українська мова та література у мене. 记者甘恩恩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北韩顶一日搁向日本海射飞弹，日本的自卫队甲美军、南韩的海军总是联合演练，要反制北韩。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去年的生育率是0.78，代表平均起来一个女性是生无一个，是全世界上低的纪录。英国 Times 报道，侪难民去英国申请庇护，政府处理袂起。所以首相苏纳克是决定开放予5个国家的难民12000人，只要填资料，唔免面试就当得到庇护。接落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2017年美国一间夜总会予伊斯兰国的分子恐怖攻击，但受害者家属是伫咧指控 Twitter 无甲极端分子写的文章抬掉，等于就是助长恐怖主义，要甲 Twitter 告叫因负责。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根据美国飞行员翕到中国气球的相片，检判是有收集情报的能力。目前国际侪国家拢有禽流感的疫情，加讲这疫情会愈传愈快，是有几落百万只鸡去防袂掉，这也造成欠粮的情形。加上饲料贵等等的原因，即卖的卵毋但是少，阁贵。
日本的两本地一克啊，十粒是卖45块，即阵已经起到60块，等于就是已经起2成5。而且因为禽流感两无够，北海道出名的盘手白色乱人是宣布减少产量，网络停卖，干那要卖给现场的人客。另外有一寡餐厅嘛宣布讲要调整菜单，有2个产品就暂时无要卖。也若是美国，因一克仔卵是12粒，是已经起到150变过，加州一克仔是起到超过300。甚至有一寡美国人是去墨西哥旅游，专工买卵转去。不过这是犯法的，因为农产品是袂当安尼进出口。转来看咱台湾目前的状况，目前国内供应量是无够应付的，大概一工减50万粒到80万粒。今日农委会就表示，会用进口的生来斗耕，已经是甲澳洲订啊，预计是3月底恢复稳定。传统市场的卵是卖甲剩无半粒，连锁超市的架顶嘛空唔空。最近有民众伫部分的通路买无一般价小的鸡卵，引起民众的不满。针对这点，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下晡佫一解说明，讲逐工的卵是无够50万粒至80万粒，会以短期专案进口来保护购价。虽然禽流感的疫情严重，国际上大家拢相济要买卵，因若咱台湾有成功甲澳洲注文，另外敢是要用更较悬的价小来买卵，陈吉仲是无讲互明。订单确认了，我们等到鸡蛋进到国内了。我们是不是在跟各位来做说明？我不能把这样的资讯，如果讲出去的话，那其他国家如果再加码，那会更麻烦。农委会讲，因为禽流感的疫情、气候变迁、饲料成本大起等等的因素，历史国内欠卵。不过统计显示，最近这10年，民众对卵的需求大，去年甲6年前来比，每一天的需求量已经增加200万粒，这嘛形成产量增加，价小毋但无帮盘，佮加上反映成本。价小等都是直直起。从我们的专案农代看起来，这几年投资蛋鸡场的比例是最高的。好，所以我相信产业也有发现这样子用蛋的需求的趋势。针对消费者买无卵，主委陈吉仲顶一日嘛出来回释的，伊讲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多，欠卵的情形可能是因为资讯的落差，致使有人提早买或者是买起来囤。不过这款的讲法要待各界来检验。目前官方持续向加工业者来调度鸡卵，一工差不多是50万粒。农委会保证，进口的鸡卵袂影响目前卵的价销，主要是要提供予加工的业者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咱伫咧新闻当中，若看到北韩拢是咧社会大办阅兵典礼，开发新武器，好亲像是有够好野。确实是因真有钱，不过钱拢无用伫咧百姓身躯顶，百姓是连食饭都有问题。风声讲，因的感觉有700外个犯人咬死，甚至是有大阵的犯人摇甲倒角，开始伫咧外口抢劫杀人，社会治安歹到有出。这是每一年5月的时阵，北韩各地农村伫咧暴产的情形。镜头顶悬北韩的农民，大家精神拢真好，官是老甲敢若落雨。伫餐厅四界拢会当看到党含政府单位宣传的标语，路边个艺工队唱歌。不过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北韩2022的粮食生产是比2021国减18万吨，造成今年以来粮食的价销是起20%。韩国联合新闻社是指出讲，除了一般民间，还有3间监狱是传出受刑人咬死的事件，2冬来总共有700个人咬死，或者是因为食米无够破病死。当地一直传出受刑人对监狱集体逃走。面对财政困难的北韩，就算一直传出这个事件，研发核武和登顶飞弹的脚步嘛无停，就伫官方大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75周年，而且纪念已经过身的领导人金正日82岁名单了后，北韩阁公布火星15号登顶大道飞弹的试射画面，讲是会当甲太平洋边仔的敌国拢烧掉。一直做日本海上自卫舰队指挥官的香田洋二是认为讲，若北韩登顶飞弹的射程会当超过13000公里，配国较侪射程较低的核武，官方的放话都唔那是放话尔。If those two conditions are really meet, that is the time when the North Korea really has the real deterrence capability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是韩国保守派的《东亚日报》伫2月初10的分析报道指出讲，若连比起来较无发散的开城经济特区附近，拢传出逐工有几10个人咬死，安尼成功效果拢遮好的暗灰含阅兵含试射飞弹的消息，拢只是互人民暂时袂记得咬的毒品尔。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同年纪因为大地震有43000人死亡，叙利亚是有6000多人过身。
这加加起来都有超过5000人伫咧这场灾难当中无命。目前这灾区搜救的工作是已经差不多收煞，搜救队离开。这阵是有一阵志工去灾区陪伴灾民，安打因的心情，佮唱歌跳舞，要鼓励灾区的囡仔。这个音乐老师刷新，甲艺术家，还有艺术志工团队去土耳其下泰省大地震了后，这灾民暂时住在布棚，因穿小跳来衫，弹吉他唱歌。这囡仔看到这志工来，是真欢喜走过来。因排做规排，做伙唱歌、跳舞、耍游戏，做伙消耗压力。这是因地震了后艰难的生活当中难得的笑容。Daha sonrasında komşular aracılığıyla bu gitarın sahibine ulaştık. Onlar da bize dediler ki biz bu daireden hiçbir şey almak istemiyoruz. Siz çocuklara yönelik etkinlikler yapacaksanız lütfen orada kullanın. Buradaki hedefimiz tabii öncelikle dayanışma sağlamak. Yani çünkü burada çok ağır bir travma yaşandı. 志工每一工拢会用无共款的活动，帮助这个囡仔克服地震了后心肝内焦虑甲痛痛。另外一边的苏里亚，伫咧古城压力坡的囡仔，是伫咧教堂内底对歌手做伙唱歌。بس هل إذا طلعت 10 دقايق ربع ساعة بتغير الجو، فورا بنسوا، الولاد بنسوا أبوهم。这条西志工替这个灾民加头毛，慈善团体萨医德协会提供食食，一工供应几万人来食。苏里亚北部的灾区是反抗军的据点。 无中央的支持，国际援助的工作相对是较困难。有几个艺术家伫咧占大理事倒去的壁顶画图，感谢所有来甲这个灾民斗相共的人，希望透过空翕的画面，会当甲因感谢的心意传出去。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印尼的苏西航空有一个纽西兰籍的机师，伫咧巴布亚省降落了后，煞互当地叛军bắt去。叛军是威胁印尼政府爱承认巴布亚独立，若无因就袂放人。 目前，叛军有发布一个影片，讲机师这个人目前真安全。不过，要安怎甲伊救出来，是互印尼政府真头壳痛。西巴布亚民族解放军公布的这段影片内面，红绑票的纽西兰籍技师梅滕斯看起来无受伤，但是叛军讲，除非印尼当局是承认巴布亚地区独立，无被放伊走。伫印尼苏西航空做代志的梅滕斯，这个月初是驾驶单引擎的细架飞行机降落伫巴布亚山区的时阵，互叛军攻击，含机顶个关注面的乘客做伙互掠走，后来乘客互放走，飞行机互烧掉，伊煞被人质甲打过伫叛军手头。 Also, he is stay with West Papua really inspires me as normal life, not under invitation. 原丰富的巴布亚是伫印尼东部，嘛是荷兰的殖民地。1962年，荷兰殖民政府撤退，当地原本想要独立，却伫1969年，一场争议正悬的投票了后，互并入去印尼的领土。因为种族和文化顶悬的差，半世纪以来冲突是无断过，独立的声嘛无停过。自国团体是指控印尼政府发动种族屠杀，造成超过50万的原住民死亡。分析认为，甲梅滕斯绑走的叛军团体，比其他 分离组织是更较有力量。 They w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show to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that they are still exist. So, as far as Indonesian government use the military approach, they will make their existence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Social media is instrument of resistance. 根据报道，目前巴布亚估计还有500个叛军继续和政府对抗。因最近几档是透过去头体，也是非法去买，有更较侪的劝解，互冲突是一直欠悬。印尼安全当局进前是讲要用说服的方法确保梅滕斯互放走，但是嘛表示无排除用其他的方式。伫这件事件发生了后，隔两天印尼政府就捌派军警救出15个互叛军威胁要抬死的建筑工人。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 连锁的咖啡品牌星巴克伫咧意大利推出新产品，橄榄油配咖啡。这橄榄油想的就真奇怪，咱带大家先来品尝一下。咖啡内底加入臭橄榄油会出现什么款的新滋味？星巴克伫意大利推出一款让人想无的新咖啡系列欧伊亚托。也毋过创办人霍华舒兹真有信心表示，这款新产品会对咖啡市场带来无共的革新。佮保证一推出， 意大利的人客拢会真爱，也毋过咖啡甲臭橄榄油结合，真正会当得到人客心。Un po' troppo di olio, secondo i miei gusti. Però mi piace perché
si sente distintamente sia il latte che l'olio. Poi non so come dire, sento distintamente i due gusti, però si mischiano e insieme stanno bene. Le due cose che non si mai usare insieme. Ma questo è buono perché mi piace sempre assaggiare qualcosa nuovo e quindi è una buona idea per me. 破华数字去年甲草橄榄油制造商阿萨洛居民对方推荐伊逐工摄取一汤匙的草橄榄油，这个饮食习惯互伊有想法，所以咖啡甲草橄榄油结合的欧伊亚托产品就安尼出现啦。欧伊亚托系列有拿铁、冷萃咖啡等。霍华数字表示，星巴克毋若是将油滴入去咖啡内，因会比配方保证会互人啉起来更较绵、更较香。星巴克也宣布，草橄榄油系列咖啡所落来 AT 垂体，因伫美国加州的分店，佮陆续伫中东地区、日本、英国推出，可见全球爱啉咖啡的人的口味。公司新闻刘武平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